过来消息来看，宜兰县壮围乡的壮滨路四段，今仔透早有一台载钢铁的货车驾驶可能是精神真歹，启动着分隔岛，车个导火。驾驶这个驾驶只是轻伤，道路嘛已经恢复通车了。载阮更件拖车通过路口了后，直接让分隔岛未少路灯弄倒，车个导火烧起来，好在马上拍花，驾驶只受轻伤送去急救。 因为拖车油流过涂骹，路环机关赶紧派人到现场，用去速铺输油，避免后续有车过去。这透早发生伫大智线总滨路车祸，北丰路甲宁大线双向通行。拖到我这边了，拖到遐去。经过警方调查，拖车司机40岁姓林查甫人，疑似精神无好，才弄分隔岛，无救后塞车，目前伫病院治疗当中。行驶到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，已经这个精神不济。 撞上这个分隔岛并撞倒这个分隔岛上的那个电线杆。警方提醒赛车进前要养足精神，搁注意车前的动态，细致驾驶，确保别人甲家己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